应该是会愈来愈快乐较对咧。可是他会听你咧讲哦，即阵的人个亲像也无较快乐，是啥物原因啊？对啊，咱迄个前拢把我要讲的拢讲了，所以讲即个爸爸呢，伊就，即个仔囝问爸爸嘛，问爸爸讲你为什么歹人生活条件愈好愈无快乐？到底啥物原因啊？这个爸爸真有意义。这个爸爸就甲因仔囝马上做了一个测验伊就去冰箱换饮料出来，因当时伊两个姐妹都是伫咧遐，所以爸爸呢就甲这罐饮料互这个祖囝，这个细汉祖囝，甲问个这个是细汉祖囝，佫有一个姐姐伫边啊，所以呢，这个爸爸就换一罐饮料互这个细汉祖囝。等一下呢，佫伫冰箱摕2罐饮料带互这个大汉祖囝。这个细汉祖囝一看爸爸这个动作呢，伊就马上安怎？若人别人问罐，你一罐你会安怎？会不会心有不平？所以讲这个仔囝伊就马上抗议伊就是甲爸爸咧抗议讲，爸，你嘛伤偏心呢？阮2个同齐伫遮，你就互我1罐，就互姐姐2罐，你毋是足偏心的吗？所以就安尼甲因爸爸讲，因爸爸呢马上就甲因讲伊讲我这个动作就是咧回复啦回复你拄则问我的问，拄则伊问安怎？问讲这个人生活愈来愈好，为啥物他会愈来愈无快乐？所以因爸爸就用这个方式来甲伊做回答。所以当下呢，因祖囝马上就去摸条，伊才讲原来啦，是安怎咱才会无快乐？就是因为咱的人就是安怎，咱讲有要搁较济嘛，好要搁较好嘛。所以当看到别人比咱较好的时阵，别人有的咱拢无的时阵，咱会起啥物心？咱会起着迄个比较心，对吧？起着迄个较心嘛。所以咱人有计较、有比较，心中若有不平的时阵，怨气就来啊。所以讲头拄仔讲看到因爸爸互因姐姐2罐的时阵，伊就感觉讲不平等的待遇，所以他的怨言就出来，他就马上跟爸爸做这样的反应。所以讲对这个当中，咱就知影讲咱人为什么他会无快乐，就是来自安怎？来自真济这个攀比啦，来自真济这个比较。所以讲你要看咱这个人有这个比较的无？有呢，你看人家啥物人的翁做啊趁钱的呢？拢管食做好，穿做好呢？咱拢无呢？你看啥物人的囝做啊读册的呢？咱的囝安尼做含慢的呢？逐项拢做嫌比较有无？无比无代志，若比落到第个阵我们刚刚所讲的一种不平的心的期待啦。咱一日若拢处在这个不平之下，你看安尼会快乐？袂快乐啦所以讲呢，真正的幸福快乐就是安怎？就是安怎？要人讲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讲比较好不好？比较敢好？无一定你要看你分比啥物啦。咱要看咱比啥物？咱讲咱若要比迄个，要比前进的，就是为着要进步的，会使比的。为着要互咱求进步，咱就当比咱较优秀的。但是若要比快乐的，要比快乐，咱就要比啥？就要比咱较不足。所以咱大陆讲，比上有不足，比下有余。如果大家人都会当抱着这种人讲万无何万少，万无何万少，有这种心理的人，你就安怎？你就足容易得到满足嘛。安尼你就。